歡迎收睇今日天氣焦點。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，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嘅熱壓力頗高，請採取適當嘅防暑措施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，你應該要注意防曬及中暑。現時溫33.5度，相對濕度64%。受高空反氣旋影響，華南沿岸普遍晴朗及酷熱。正午時分，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左右。此外，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。預測大致天晴，下午酷熱，局部地區有驟雨，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。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酷熱，有一兩陣驟雨。本週後期風勢頗大，間中有狂風驟雨，海有湧浪。高空反氣旋會喺未來一兩日繼續為華南帶來酷熱嘅天氣，而高溫亦會喺內陸地區觸發驟雨及雷暴。同時，位於南海中部嘅廣闊低壓區會逐漸發展成熱帶旋，喺本週中後期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至海南島一帶，該區會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風勢頗大，海有湧浪。但熱帶旋嘅發展及移動存在變數。隨住該熱帶旋逐漸減弱及遠離，下周初廣東沿岸仍有幾陣驟雨。今節嘅天氣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